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咱疼惜的所在，咱的土地富贵，无亏欠肥蕊。时阵若到，连土骹都开花，红红。粉紫、细白、金黄，真良相。毋若开伫机话，会铺甲规世界。伫原野，伫小径，伫长头挖角，色彩缤纷，闹热澎湃。这种景致是咧甲咱讲，这块土地丰饶热情。是适合人住又阁真水的所在。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8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台中市的张东雄先生，伊所写的《咱疼惜的所在》。选入去，咱邀请张东雄先生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咱大的岛屿，正适合万物生长。才有雕琢、勤俭、良善、精光的一群人做伙生活，创造出无限的幸福甲希望。我爱这块土地，我爱台湾，真做一个台湾人，我感觉真欢喜光荣。咱疼惜的所在，咱的土地富贵，无亏欠肥蕊。时阵若到，连土骹都开花，红红、粉紫、细白、金黄，真良相。毋但开日机话，会铺甲规世界。伫原野，伫小径，伫长头挖角，色彩缤纷，闹热澎湃。这种景致是咧甲咱讲，这块土地丰饶热情，是适合人住又阁真水的所在。选入去，咱邀请即届评审委员萧丁春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张东阳先生所写的《咱疼惜的所在》，咱知影，这个咱疼惜的所在，要疼惜这个所在，当然就要定睛伫这个所在，甲这个所在结合，才会去疼惜。
那毋捌即个所在，特别去听惜。所以即首诗写着即个所在有真济花真济景致当然这是用目睭看到的要安去结合甲迄个精神所看到的，咱先看伊目睭所看到的咱听惜的所在，咱的土地四季无欠缺的花蕊，时阵若到，连土骹都开花。红红粉紫色白金黄真亮生写到这时，伊甲各种的花色彩拢写出来当然安尼是真好的，讲伊无去讲什么花开什么色，什么花开什么色，伤幼就较无诗的感觉。伊讲过来讲，毋若开伫基话会铺甲规世界花落落来。就铺伫涂骹当然这会铺啊规世界。有当时咱迄个诗人看到伫树仔顶的基尾花水，伫涂骹的落花嘛真水迄是另外一种水的感觉。伫原野，伫小径，伫长头挖角，色彩缤纷，热烈澎湃。这搭位较流有一寡花语词走出来像小径这小径咱台湾的可能较少讲，若是小路，可能嘛是会使这种景致是咧甲咱讲，这个土地丰饶热情，是适合人住又搁真水的所在。伊的诗的题目是讲咱听惜的所在，咱听惜这个所在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伊的特色，咱感受会到。伊伫遮所讲的是迄个花的水较济，伊若当甲迄个花的水引入来到心花开这个精神的这层，安尼可能会更较水所以伫遮我有出建议，像讲内底一寡咱台湾话较少咧讲的，当然毋是讲拢无，可能就爱到文学站、诗文才有咧讲。像讲拄仔讲的丰饶，就讲物产足澎湃、足丰富。这你若安尼读的是，可能那个耳孔听无。咱台语水伫毋免看字，耳孔听就知伊咧讲啥。安尼是才会当达到迄个传达的迄个意境。咱若需要看字，迄就毋是语言的文学，迄是书面文学。书面文学是叫你看字落去读，这个诗，台语诗可能会当达到这个境界，就讲你念出来，毋免看字，就听有，就会当了解，这是会更较水。这种景致是咧甲咱讲，这块土地丰饶热情，是适合人住又搁真水的所在。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张东雄先生写诗，小林村老师讲评，赵文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